再来看新竹市的环保局利用本色焚化炉边仔空地啊来设示范的基地，嘛请志工做伙来管理哦，用饲鸡仔种菜方式来除草，一年就会使来生产上万粒的有机鸡卵。大门前这片菜园，往过是一片的杂草，占地差不多1000平方公尺芳草农园，内底不管是青菜还是水果，完全无撒农药，是透过饲鸡鸡仔的毒涂骹甲草仔的特性，甲杂草扫了了。虽然收获无多，但是大家做啊就欢喜的啦。咁来做，毋是讲要赚偌济钱，就是大家见面讲哦，咱今仔日落成花那生汉高，就欢喜的。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归土地，然后我也觉得我跟伙伴都这样的觉得啦。我们对这个地球，对这个环境，其实无形中在你每次来参与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世界、对这个地球、这个土地是有一些回馈、一些爱护。在鸡条这边，志工捡鸡卵捡甲真欢喜。讲饲鸡不但会使斗不草，逐工阁有超过30粒的鸡卵通好捡。规年落来有上万粒的产量，卖出去会使当作农园的营运基金。大家都知道，这除草剂对我们环境啊、对土壤啊、对水质都有污染的问题哈。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一块，就是用生态的方式来管理杂草。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，让我们杂草得以管理，而且让这个土地变得更漂亮。为着要有这个成功的经验分享给民众，环保局这2个月拢总规划10场的教育宣导课程，招民众实际参与，体会生态管理的好处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